具有抗病毒啦、抗惡菌同埋提升免疫因子嘅特性，有效抑制腸道壞菌生長，從而增強抵抗力嘅。免疫球蛋白又稱為抗體啦，主要功能係識別同埋中和外來嘅物質，例如係惡菌啦。咁免疫球蛋白有5種主要嘅類型，有 IgA、IgD、IgE、IgG 同埋 IgM 啦。咁其中 IgG 係最常見嘅抗體，可以提供長期免疫功能啦，減少感冒症狀。而乳鐵蛋白係一種功能性嘅糖蛋白，具有抗病毒啦、抗惡菌同埋提升免疫因子嘅特性，有效抑制腸道壞菌生長，從而增強抵抗力嘅。根據世界胃腸病學組織 WGO 所發表嘅益生菌同埋益生元嘅全球指南，購買益生菌產品嗰陣就要留意產品功效係唔係有科研認證嘅數據支持，確保食落肚嘅益生菌品質係安全、穩定同埋對腸道健康有實際嘅幫助，針對性地解決身體唔同嘅問題。最有效嘅亞洲科研5合1免疫抗敏益生菌配方，應該要含有10種300億益生菌，加4種益生元，加5種專利喉生元，再加萃取自牛初乳嘅免疫球蛋白以及虎乳靈芝。科研數據證實260% 激活免疫力，6天抗紅痕敏感，真正做到強免疫、抗敏、暢便。MedHerbs